美國網上零售商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之前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嘅時候，就試過坐咗上一個有成14尺高嘅重型機械人裏面，親身操控佢。事後佢都喺社交網站公開咁稱讚重型機械人嘅設計精湛。講開重型機械人，我就諗起另一種機械人啦。雖然佢冇14尺咁高，但係都唔講得少㗎。行出嚟一樣都係威係勢，打起上嚟仲好有睇頭添。佢哋就係專設計嚟打交嘅格鬥機械人。呢個出左拳，呢個右拳。唔好睇佢哋好似論論盡盡咁啊！哎呀，話口未完又跌啦。都係唔好講呢啲，講翻佢哋兩位，其實都大有來頭，同埋有一定嘅戰績。嗰啲跳舞機械人咧，通常就大概會喺15公斤以內，咁亦都速度比較慢少少嘅。咁格鬥機械人嚟講咧，我哋嘅摩打扭力咧，亦都會比較大少少嘅。一般嚟講咧，就會由30公斤嘅扭力開始計起嚇。咁直至到有啲格鬥機械人嘅比賽參加者咧，佢哋可以自己製造啲摩打，咁亦都可以去到大概成90公斤啦，甚至100公斤都得嘅。真人嘅搏擊比賽，除咗進攻時候力嘅較量，喺防禦、閃避嘅時候，亦都好考驗雙方嘅反應。至於機械人格鬥，點先叫做贏呢？通常咧就會計分啦嚇，咁每場比賽就大概3分鐘嘅賽事啦嚇，咁計分制咧就會大概係計5分啦，或者係打到對方起唔到身，即係未夠分嘅時候，如果對方起唔到身咧，咁啊會判對方輸咯。擊中咗對方，令對方倒下，咁就為之叫1分啦。真人嘅拳擊賽事會按選手嘅重量分級，機械人格鬥比賽都係一樣。就以日本嘅賽事為例，會將機械人重量劃分為1公斤以下同3公斤以下嘅級別，而阿 Keith 就多數都參加3公斤嗰個級別。除此之外，日本機械人賽事亦都參考咗類似雙拍運動方面嘅賽例，例如係推咗對手出環就算贏等等。想機械人打贏，除咗要出拳夠快、拳拳有力之外，佢哋仲要好似真拳手咁，打拳前要過磅，否則可能連比賽嘅資格都冇。所以格鬥機械人都有要減磅嘅時候，不過就要付出代價。一部格鬥機械人大概喺3公斤以內啦。咁譬如我哋全部都係用一啲鋁板嘅設計咧，咁就好容易會超過咗3公斤，變咗就會比唔到賽㗎啦。碳纖維係咪會比較貴嘅嚇？因為佢可以絕對可以減輕個機械人重量啦，大概輕咗3分2㗎啦。如果同一個尺寸嚟講咧，碳纖維嘅價錢係可以高1倍左右啦。至於阿 Keith 自己喺香港都有一隊團隊，每年都會飛去南韓比賽。佢哋啱啱成個團隊喺2016年攞到南韓比賽嘅全場總冠軍。秘訣首先我哋要設計好部格鬥機械人先啦，咁啊同埋要操控啦，操控要純熟啦嚇，咁同埋個程式啊各樣咧，亦都要比較成熟。通常我哋設計一部格鬥機械人咧，最主要喺個腳部方面咧，就會做一啲特別嘅結構啦嚇，譬如係一啲連桿嘅設計啦嚇，咁就會比較個力量傳輸咧再大一啲。我哋會有啲秘訣啦嚇，咁啊，譬如係點樣可以射走對方啲力啊咁樣嚇，咁有一啲招式，譬如可以令到對方比較容易擊中對方嘅。為咗出拳協調得好，阿 Keith 自己都做咗好多嘅設計功夫，例如佢設計咗2塊電路板，令到佢可以一次過控制幾個摩打，做出協調嘅動作。我哋自己做咗一塊42個通道嘅雙副控制板啦，咁啊同埋有一個配套就係呢個手掣板咁樣嚇，咁令到咧可以控制嗰個摩打嘅數量咧係多啲嚇，咁呢個係我哋自己完全自己研發出嚟嘅。另外，佢亦都將一啲好似踎低嘅閃避技巧組成一個完整動作，令機械人打鬥嘅時候更加靈活。而要做出一個好打得嘅機械人，都有一定嘅代價。據阿 Keith 話，佢呢個機械人成本每個都最少15,000蚊，仲未計入設計開發同埋買適合軟件等嘅開支。如果想慳翻啲嘅話，阿 Keith 話都有計仔，不過就要有心理準備，用多啲嘅時間同埋做多幾重功夫。譬如我哋咧，通常咧會打印一啲零件咧，咁係 3D 打印嘅
嚇。咁呢一個過程 3D 打印，譬如我手上面呢件咧，大概需要9個字，即係45分鐘左右嘅時間啦嚇。咁一般嘅時間咧可能唔會太耐嘅。咁我哋會另外再起一套帽，再做一個進行呢個服務啦嚇。咁服務再出嚟之後咧，就會係全個都係塑膠咁樣。格鬥機械人比賽世界各地都有舉行，咁相信其中以日本同美國兩大機械人公司舊年向對方發送戰書，要挑戰對方機械人呢一役，就最令機械人迷期待啦。不過，由於呢場夢幻挑戰賽，雙方機械人嘅重量以噸計，加上會有真人坐入去操作，基於安全嘅考慮，挑戰賽到依家都只係得個講字。不過阿 Keith 話，日本隊話晒都係格鬥機械人嘅始祖，咁所以比較睇好佢哋。我記得嗰個格鬥比賽就佢哋兩部機械人都係行呢個車路形狀嘅，因為個重量亦都比較重少少啦嚇。暫時嗰個科技又未去到咁重嘅機械人咧，可以雙足行走嚇。咁美國嗰部機咧，佢哋最主要係靠個力量啦嚇，可以取勝啦嚇，或者係射擊方面啦。日本嗰部機咧就應該係會比較靈活少少嘅嚇。咁當然，如果即係譬如美國嗰邊嗰部機械人，佢哋出啲招式啊，咁可能日本嗰邊就會比較容易可以避得到咯。